新地湖口这2天有40多户民众厝里的水倒水，唔那黄，阁有汽油味，有真侪民众只好去买水来啉。自来水公司是表示讲，可能是之前的工程造成的，会赶紧来改善，卖来协调赔偿。水塔内底水黄，并且敢若有一盏油浮在顶悬。民众发现新竹县湖口部分地区这2天的自来水，唔那看起来真垃圾。闻起来够真重的汽油味，水的味道就是汽油味很重。那颜色我们是用肉眼这样下去看，在水塔里面的感觉，它就是好像是汽油的那个稀释过的颜色，整桶这样看起来的颜色是这样。对，那味道是很刺鼻，就是整个家里弥漫都是汽油的味道。经过反映，自来水公司嘛已经派人来到现场勘查，初步了解，是因为17迄天，水公司伫附近有进行工程，有可能是上尾施工的无水的关系，才造成这款状况，会负起相关的责任。集管水本来主要是做排放，那但是有发现到说可能有少量的水因为阀没有关紧而进入一个支管，造成这次民众反映的一个事件。部分的用户认为说有造成一些损失的部分，台水公司会再跟这些民众来做一些认定及后续的一个协商。自来水公司讲，这届受影响的大概差不多40户，目前建议民众先把水道头拍开，让水流掉一部分了后，再开始使用。刷落来联络受影响的用户进行协调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